小千姑娘，今晚谢谢你，幸好你够镇定，才没露了馅儿。哪里？其实我心里怕得要死，还好有你在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又过了一关，也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关，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？也许急也没有用，这段日子只好委屈一下小千姑娘了。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！明明元神和肉身都交换了，你的心里也烦得很，却在这里安慰我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可你是个女孩子，总不能让你受委屈。小千姑娘，走吧，走。恭喜主人。需从何来？看主人的脸色便知，主人的修炼又精进了。不过，我有件不好的事情要向主人禀报。说吧。宁采臣他还没有死。小小的一个宁采臣，也杀不死。这群狐狸真是饭桶。我还听说是聂小倩放走了宁采臣。陶晋呢？我不是让他看着他们吗？哼，陶晋，那只小狐狸让他往东，他绝不敢往西。别说是放了宁采臣，恐怕就是背叛。谅他也不敢。他是不敢，可是主人，你要小心，陶晋他……我心里有数。你好好的给我看着聂小倩，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汇报。去吧。是。怎么，你后悔啦？怎么会？师兄，没想到你还有脸回来。师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这次回来是有件要紧的事想找你帮忙，你就看在我们师兄弟一场的份上，帮帮我吧。我就知道，你不遇到难处，也不会来找我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师兄可知道休眠术？日前我斗胆做了一件事，在聂小倩和宁采臣身上施用了休眠术，结果怎样？莫非他们两个的元神没有归位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我来说吧。他们两个的结果更糟糕。归位倒是归位了，可是归的呢不是自己的位，他们居然归到对方的肉身上。我想来想去也找不出恢复的办法，所以只好来请师兄帮忙。绝不可能！你让我帮一只狐妖，亏你想得出来！师兄，人也好，妖也好，他们都是天地间的生灵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就不能放下成见，一视同仁吗？荒谬！人和妖怎么能一样？倒是你，至今执迷不悟，你就不怕堕入魔道，多年的修行一朝尽失吗？师兄，你常指责妖害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人容不下妖，处处赶尽杀绝，说不定人和妖能够和平共处呢。我们越是把他们逼上绝路，他们的反抗就会越大。所有的麻烦都是我们人类找来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引渡妖精，让他们修炼，引导他们净化他们的妖性。难道我这样做不是在维护三界的和平吗？一派胡言！如果你继续这样做，就给我立刻离开玄真观！赤眉道长，可是这一次除了那个聂小倩，还有一位书生，他叫宁采臣。无论怎么说，这个宁采臣他是无辜的，所以，我来请求道长拔刀相助。
恕贫道无能为力。师兄，我求你了！哎，道长！师父，杀宁采臣的事又失败了吗？弟子无能，请师父治罪。都怪弟子夸下海口要帮狐族报仇雪恨，没想到还是败在了燕赤霞和女罗刹的手上。起来吧。我知道，你已经得到了狐族的认可，只是差一件，可以让你在狐族确立地位的功绩。我一向把你当成我的儿子，我信任你。整个黑风寨，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。不管是为了掌握狐族，还是为了你。我总是希望你和小倩永结同心，所以，师父才让我杀了宁采臣。师父，怪徒儿愚笨，现在才明白你的用意。小倩年纪轻，容易受骗，而你不一样，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什么都不要管。只要顺着自己心里头想做什么，跟着去做就行。师父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狐族杀掉宁采臣。哎呀，别转了，我头都晕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啊，对不起啊。也不知道燕道长和严姑娘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。那个燕赤眉啊，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他怎么可能帮我呢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我不是你们家少爷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少爷，燕道长的飞鸽传书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那个臭道士怎么可能帮我呢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娘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瞒不了多久。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少爷，夫人来了。聂小倩。哟，你们年轻人好有雅兴啊！一大早就起来赏花了。是。娘，我们正在商议。孩儿即将进京赶考，想要找个清静之地，多用功读书。好啊，我这就吩咐所有的下人，未经允许，你的卧室、书房谁都不能进去。啊，娘，孩儿的意思是，想要离开几天。离开？嗯。哦，只要你能用心读书，娘都同意。娘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有小倩姑娘陪着我，不会寂寞的。哦，娘，小倩姑娘答应我说要陪我一起用功苦读，一来呢可以让我增进知识，二来呢可以相互有个照应。好好，也让小倩姑娘替我看着你这只猴子。小倩姑娘，你过来。小倩，采臣就有劳你了，让你费心了。
小倩，我在这里。一时间还真难以适应。方才你这个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看上他了呢。你个死丫头，这时候还不忘耍我！这个时候小倩姑娘还能说笑，总算是件好事。这种离奇的事情也被你们两个遇到，搞不好你们要这样一辈子，所以还是看开点比较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这里你们想住多久都可以。走，喝酒去。喝酒？又喝酒？当然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走吧。你快起来吃点东西吧，老这么跪着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起来，我们回去再想想办法。我就是没有办法，才只能如此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要用我的诚意打动我师兄。哎呀，就算你要跪，也要先吃点东西啊！你这样不吃不喝的，身体也扛不住啊！哎呀，我这算不算多管闲事呢？哎呀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，你帮帮他吧！严姑娘，此乃静事，请勿喧哗。我知道道长嫉恶如仇，但是道长，燕赤霞无论怎么说，他是你的同门师弟呀，所以道长不要为难他了，放下成见，你就帮帮燕赤霞吧。严姑娘，这番话和你先前所说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了。你不也是赞成贫道的观点吗？是，雨生以前的确是见妖就杀，那是因为雨生心里明白，杀妖是为了救人。道长，宁采臣他也是人，如果道长因为杀妖而不顾人命的话，那雨生实难苟同。而且这件事一旦传出去，恐怕也有损道长的威名，所以恳请道长三思。来吧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又认错了。小三儿，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燕道长已经答应帮助你和小倩姑娘了。真的？是啊，这个臭道士终于答应帮我们了。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换回来了，太好了。是啊。师弟，我现在用移形换影大法把他们的元神逼出身体，这需要你的配合才能完成。多谢师兄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换回来了。宁公子，少爷，宁公子，少爷，小倩，怎么样？小倩，怎么样？来，
来，起来。你回来了，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换回来了，换回来了。师兄，多谢降主，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，多谢。不，天玄阵！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喂，你们干嘛？道长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我已经做了你求我做的事，现在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了。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？我只答应你用移形换影大法把他们的元神移位，可我没答应你诛杀聂小倩这个妖孽。你好卑鄙！你帮我们是假，想要杀我才是真的。怎么办呢？随你怎么想。反正你今天休想走出玄真观。师弟，我劝你最好袖手旁观。这天玄阵的厉害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师兄，你这还算什么玄宗正道啊？你也太不道德了吧！杀妖就是正道，斩除狐妖，不得有误。杀！太爷，少爷还在里边呢。少爷，你走，快走啊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这边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没事。大木头，你没事吧？走。你这个臭道士，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呀？哼！臭道士！哼！小倩，趁热喝了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血洗玄真观，为你报仇。算了，无论如何，燕赤梅算是救过我一次。再说我伤的也不重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小倩，如果你不想让我担心，你就不要再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小倩，我们回去，我带你回狐狸洞。不行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娘看见了，一定很担心的。小倩说的对，到时候回去还要向伯母解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。我看还是留在我这儿，把伤养好再说。那好吧，扶到那边去。少爷，大木头，你受伤了？我给你包扎一下。不用不用，一点小伤，用不着那么娇气。少爷，别着急，过来。你干嘛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早知道我师兄要杀小倩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哎，他是你师兄，又不是我师兄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我就觉得奇怪嘛，我一直劝他，他都不听我的，可他竟然听你的劝。你们俩是不是一早就串通好了？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！二位大侠，都是自己人，千万别伤了和气。燕大侠，现在我们应该去哪儿啊？你身子还这么虚弱，还是回宁府吧。不行，本来我就是和小倩骗我娘的，说要找一个清修之地，出来好好念书的。如果要是现在回去的话，那就全都露馅了。再说了，小倩姑娘现在也不在这里，所以说，还是先到杜姑娘那里，
等身体养好之后再回去也不迟。这是个办法。好好的家不回，非要往妖精窝里钻，真以为自己有9条命啊！切！小倩，你喝了药好些了吗？哎，小倩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我都快羡慕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像陶晋这么好的男人，你可千万别放手。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再等等。月容姑娘，月容姑娘，月容姑娘，小倩姑娘，宁公子、燕道长，你们没事太好了。你走了以后，赤眉道长就没有再为难我们，我就知道你们会在这儿。哎，哦，你这个人，上次让你在石林逃脱，今天你休想再活命！哎，严姑娘，陶晋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求你放过他吧。小倩，你忘了上次就是他，还有另一只狐妖，害得你和书呆子差点就没命了。你居然保护他！严姑娘，我相信陶晋一定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不会伤害我的，你就高抬贵手吧。哎，男人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小倩姑娘都这样说了，就算了吧。哼，谢谢严姑娘，谢谢道长。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刚刚让你先走，你又不肯，我真怕连累到你啊。哎，小倩姑娘，此言差矣。我们毕竟也是共患难过，我怎么可能弃你而去呢？好吧，小倩没事就好。那我先走了，我也不便留在这里。哦，那好，陶晋哥，辛苦你帮我向我娘报一声平安，告诉她过几天我就会回去的，让她不要担心。各位，相请不如偶遇，如大家不嫌弃，小女子略备薄酒，我们大家一起喝几杯，压压惊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那就打扰了。宁公子客气了，小倩的朋友就是我杜月笙的朋友，你不要见外才好。陶晋，为了帮我们报仇，你几次涉险，这份心意，伯母都牢记在心。来，伯母敬你一杯。谢伯母。只是可惜，我和小倩差点就成功，又被那个臭道士燕赤霞给破坏了，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严雨生。伯母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一定会尽快杀掉宁采臣，以报此仇。嗨，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来，再来一杯。舅舅，我来。其实啊，我们早把你当一家人啦。哎，对了，姐姐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哎，对呀。伯母，你也知道小倩，她一向任性，她一定要报了此仇才回来。不过她又担心你们会不放心，所以让我先回来报个平安。哎，小倩这孩子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任性了一点儿。这次为了报仇，可真是难为她了。嗨，孩子大了，应该让他们多承担一些了。哎，对小倩这次的表现，你应该放心了吧？小环，你呀，应该向你姐姐多学习学习。以后，我们狐族的重任就落在你们姐妹的身上了。我会的，娘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这么快乐的日子，不知道还能过多久啊！哼，只要杀尽这天下的妖魔，这皎皎明月下，到时候就是太平盛世了。喂，你口口声声说要杀我们，我倒要问问，我杜月笙，他聂小倩，
我们虽然是妖精，但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你放着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不杀，却要杀我们，这是哪家的道理啊？我管你什么道理呢？我只知道我严雨生是个捉妖人，生下来就要与你们这些妖孽为敌。一日不杀光你们这些妖孽，我誓不罢休。我一生下来就是妖，这是我的错吗？这不是我的错吧？没错啊。还有小倩，一直努力修炼成人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们啊？为什么不放过我们？哼，就算你们修炼成人，那也是妖。严雨生，你心里面已经充满了成见和怨恨，其他的东西都放不进你心里面了。你这样生活，会快乐吗？啊？我不快乐。那我问你，你快乐吗？啊？你整天围绕在这些人面兽心的妖精后面，图什么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还不就是贪图他们的美色吗？哎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切！人也有坏人，妖也有好妖啊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这样子伤害别人的话，你会快乐啊？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。真没想到，在这深山之中，还有这样的好茶。啊，天地万物皆有灵性，只是世人过于执着，才会被蒙蔽。不过淡了点儿，可能是火候不够，要重沏。茶淡了可以重沏，可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了，不知可否重修啊？宁公子，有话不妨直说。此番为了我和小倩姑娘，你和你师兄拔刀相向，为了我们，伤害了你和师兄之间的感情，彩珍实在是于心不忍。宁公子，不必内疚。我和师兄之间的嫌隙，也不是今天才有。正所谓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俗话说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会越走越远。不过我相信，我们始终是师兄弟，总有一天会解开心结的。但愿如此。心结可以慢慢解开，但伤可不能慢慢养。道长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这是小伤，很快就好了，没事的。哎，小倩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话对我说？你什么时候学得跟宁公子一样了？说吧。那好，那我跟你说，我知道道长你现在有伤在身，但是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必须要尽快查明我们两家恩怨的真相，所以你想让我送你们回1000年前去查明真相？可是道长的伤，哎，不碍事。等我的伤好了之后，我马上施法送你们回1000年前。多谢燕道长。不用客气。宁公子，你借故读书离家多时，宁夫人该担心了，回家看看吧。还是小倩姑娘想得周到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一下。不过我娘她一直知道的是我们在一起读书，这……我明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回去。那就多谢小倩姑娘了。少爷，到家了。好嘞。慢点。慢点，小倩姑娘慢点。谢谢啊。走，进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进去啊？那是燕赤霞留下来的镇妖符，只要有她在，我无法踏入宁府一步。以前你不是也进去过吗？那是因为我被燕赤霞牵着，
身上的妖气被掩盖了，才得以进府的。那今天就由我代劳吧。走吧。好。娘，娘！哎呦，我儿回来了！哎，快让娘看看。才去了几天就瘦了。娘，孩儿这几日苦读，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憔悴嘛。再说了，我是堂堂男子汉，这也不算什么。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小倩姑娘，让你照顾彩晨，你辛苦了。她还算听话吧？啊。哎呀，娘，小倩姑娘这几日为我忙前忙后的，你就别问来问去、唠唠叨叨的了，让她歇会儿吧。啊？对，你看我，要不这样，小倩姑娘，你先回客房休息，等饭好了之后，我再派人去叫你，好吗？还是我儿知道心疼人呐。赶快送小倩姑娘去休息啊！谢谢宁夫人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哦，孩儿也先告退。小倩姑娘，这边请。这边。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。你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好。你也一样，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还是趁现在养好精神吧。那你先回屋吧。小倩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宁采臣之前说过的话仍然算数。一旦查清我们宁家确实对不起你们聂家，我一定和你回狐狸洞，任由处置。只要能化解两家的仇恨，让你能对族人有个交代，我宁采臣死不足惜。再来一盘吧。不下了。燕大哥，该喝药了。好，谢谢月容姑娘。哎，等等。啊？我得看一下，会不会有毒？哎，你在干什么？燕姑娘，你既然信不过我月容，何必留在我这雅居？你以为我愿意留在这儿啊？要不是大木头还有那个书呆子护着，我早就把你这个妖精窝夷为平地了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？你……哎，好了，大家不要吵了，相骂无好言。严姑娘，你给我坐下。月容姑娘，其实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。我燕赤霞很相信你的为人，只不过这个男人婆就是太谨慎了，还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燕大哥不用客气，是好人是恶人，月容看得出来。要不是为了小倩，我才不受这份嫌弃呢。老夫人，前日我上山打猎，山鸡野猪的没猎到，倒是碰巧抓到了这两只畜生，蛮漂亮的。我婆娘见他俩生的也算干净，皮毛又好，就赶紧催着我给老夫人送过来，冬天也好给老夫人和少爷做件冬衣。难得今天我高兴，少爷又在家，吩咐厨房，今天就做狐狸全席。吩咐他们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别伤着皮毛。老夫人，请等一下。哦，小倩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吩咐人去叫你呢。今天啊，咱们有野味儿吃了。老夫人，使不得，这两只狐狸杀不得。
你这是怎么了？不就是2个畜生吗？你为何这么紧张啊？我是为了宁公子，为了采臣啊，对，我是说，宁公子现在正努力读书，一心想金榜高中，但是历来科举，除了实力之外，也要祖宗天地保佑。我看这2只狐狸虽然是兽类，但是佛家云万物皆有灵性，这个时候杀生，恐怕会折了宁公子的福音，所以还要请老夫人三思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不应该杀生。陈管家在，吩咐佣人把狐狸送回山上，放生。是，老夫人。小倩，有你在采臣身边，我真的很放心。过奖了。喂，喂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我是不是在下毒？好了，药里没有毒，我错怪你了。你这算什么？如果是来道歉的话，至少要有诚意。你这样不情不愿的，干脆就不要来。喂，妖孽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能来给你道歉呀，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药里虽然没有毒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不想杀人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严羽生剑下没有一个枉死的冤魂，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妖孽。严羽生，我一而再的忍让你，别以为我就怕了你。哼，想收了我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好啊，那就让他来说话。住手！你不是答应过我，给月容姑娘赔礼道歉的吗？怎么又打起来了？哼，他这个妖孽根本就不配接受我的道歉。你动了没有啊？一口一个妖孽，人有什么了不起？还不是勾心斗角、唯利是图！你给我住嘴啊！哼，像你这种妖孽，我就应该见一个杀一个。你给我住嘴！无论如何，月容姑娘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而且这些日子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你这样说话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看是你糊涂了，只有你这个大笨蛋才会被他骗的。哼，见人家有几分姿色就被迷得神魂颠倒，简直有辱修道之人啊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好了好了，月容姑娘，我替严姑娘向你赔礼道歉。她心直口快，你别介意。算了，看在叶大哥的面上，我就不和这种人计较了。哎，你回来，回来！喂，你还不服气啊？燕赤霞，你大笨蛋！哼！你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陈管家来了。哦，您请进来吧。陈管家，坐。少爷，您找我呀？啊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就是想问一下，这个月的租钱收得如何了？禀少爷，不是老奴不尽心尽力，实在是夫人菩萨心肠。但凡有困境，一时周转不开的，地租房租不是减半就是还缴，故而这个月的进账有所减少。陈管家，你多心了，请坐。啊，采臣并不是要查你收的账，你在我们宁家已经40年了，还有什么信不过的？只是，少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老奴一定照办。不是什么吩咐。就是我现在有点急事，想支100两银子。哎，有笔吗？有，这是上等的洋毫，你看看。多少钱呢？2吊钱。哦，这个呢？1吊钱。好嘞。来，给你钱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慢走啊。月容姑娘，月容姑娘，小三儿，
你不是在雅居照顾燕道长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想见小倩，你能带我去吗？好啊，这边。怎么了？伤口又疼了？没什么大碍，服了药好多了。对了，我应该多谢你啊。其实，你也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干嘛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？我从小就在刀口上舔生活，斩妖除魔是我人生唯一的意义。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人生。可是我没得选择，斩妖除魔，这就是我人生唯一的意义。燕姑娘，我知道你一直对你爹的死耿耿于怀，但那毕竟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？还不如放下仇恨的心，找一条你想走的路。这就是我想走的路。